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，因为交付协商已经1个月冷冻期，上近1个礼拜就会三读通过。所以因为这草案内面呢包含着增加金门、马祖等离岛会当设自由无役事法区，甲这离岛的重大建设协定的宽限改做是地方来做决定。和民间团体就积极讲，这就是要为着来推动一国两制试验区，为金门还有厦门这金厦大桥来铺路。 我希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。金门北山播音墙，放送出名的艺人邓丽君的声音，象征性甲远远看去都看会到的中国厦门发声，战地气氛已经豆豆提起。加上地缘的关系，金门离差不多2公里的厦门正在咧来去。为了促进离岛的发展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，上近1礼拜可能就会三读通过。 不过，民进党团批评讲，安尼恐惊会造成国安的疑虑。尤其是金门陈玉珍委员的选区变成福建省的经济特区，以这个方式在经济上渗透台湾，在军事上威胁台湾。那也立委提案修正的离岛建设条例，其中上大的争议点就是第18条之一。 整定金门、马祖等等离岛会当设置自由贸易示范区，那设置甲管理的办法是授权予离岛的县政府依自治条例来定。颠倒去互民间团体积极讲，这有替中国生产地的可能性，甚至是为着推动一国两制试验区来铺路。面对中国大陆民进党永远没有解放，只会说渗透啊。中国大陆它就存在在那里。 他的经济行为就是在那里，他跟我们的距离就是这么近，很多事情就应该要去面对，要去解决。提案的第3条、第7甲第7条之1条文修正，是有关离岛重大建设投资计划的定义。若是涉及土地区分的变更，分作中央甲地方的层级，而且保障地方政府会当就涉及都市计划、农业区等变更做会当建筑的用地，另外定开发规划的方式。民间团体积极讲，甲离岛重大建设协定宽限，该由地方来决定，恐惊是要替起造金厦大桥来解套。离岛地区虽然有它的特殊状况，但是它还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体的一环，所以不可能单独的为金门、马祖或者是澎湖开一个破口。陆委会回应讲，两岸之间的人员、货物，甚至是金融的来去，拢应该伫咧两岸关系条例之下来处理。嘛，讲到2013年，行政院要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，离岛嘛有下用。不过因为争议伤大，2016年就结束推动，相关的经验会当摕来做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